抗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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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人设置！因人设置！掩盖真相！掩盖真相！因人设置！因人设置！掩盖真相！掩盖真相！还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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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抗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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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党部有一点操之过急哈。那彰化县党部把我报警，彰化党部要把我开除党籍。那我套一句话：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为什么这么急？为什么这么急？是不是丞相急功了？所以说我还是向党部表示有一点不是非常能够接受的啦。那当然，我要请教党部，登记了没有？登记了没有？到底什么时候登记？我印象中好像11月18号才登记。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后来我相信一点，因为我自从要宣布参选以后，现在目前我的民调已经上升很多了。那尤其还有人跟我讲他说他接到民调，那后来暗中去打听好像是我现在目前我的民调已经超过他们2位，那而且已经远远跟另外有一位候选人已经拉得比。那所以说我本身的民调已经上升了，因为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接到他任何信息。那其实我相信说党主席吴敦义他本身有心知肚明，因为他错了，他了解为什么？因为我本身是国民党唯一所谓的合格的候选人，党内初选合格的候选人。因为我也大胆跟大家做一个报告，为了当初我去登记的时候，我有去请教马英九前总统，以及刘兆玄前院长，包括行政院刘兆玄前院长，他们也跟我讲，你不要怕，你是唯一合格的候选人。我今天才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所以当初那时候党部在办理所谓的初选，我说句实在，我承认我有去登记，我有参加初选，但是我没有参与初选。为什么？因为参加跟参与不一样，因为我有去登记。那参与是因为他当初另外一个候选人，他本身已经违反到党章第36条的规定，就有关于所谓的排黑、排毒条款。那所以说我把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有跟马前总统报告，有跟行政院刘前院长刘兆玄报告，而且刘院长跟我讲说，你是唯一合格的候选人，因为只有登记人2位。那而且他本身是排黑条款所排除的，所以绝对党部一定要提名。那当然我登记了，但是我没有去参与初选，所以包括党部它本身，不管是办理民调的过程当中，我要请教党部，我有签同意书你有通知叫我派人去监看监听懂我，你自己黑箱作业就这样要来修理我，我认为党部有一点做得太过分了，所以我就这人了解这件代志来看你的。所以我认为国民党回头是岸，你要好好自我做一个检讨。我还是要强调我和我们的立法委员候选人陈景都是非常的热爱国民党。那这个秉持着去年我也是代表国民党出来参选，那我讲过一句话：国民党缺年轻人，而我愿意为国民党而努力。我还是遵守了我自己曾经说过的这些话，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忠孝要2全，要怎么？